我生梦几月先走，多亏了义父放我去到生，改名王朝上青山府，考得中第3名，公子情爱到海宁，离我四方唱名名，要放张堂谁不争，再放我去往来迎，但愿得万爱夫妻重相聚，再过金色罗明。明日去寻访我杨柳的父王小儿，可有找到？我已去过我杨柳，那王小儿早在3年前已被张堂官撤开点了。哦，你再去寻访，自认自认，不需要找到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老张，你是张堂啊！你玩我的女儿哦！玩我的女儿！老张，我们不是张堂，我们是引路城。你们是园里是富的，你们为什么不争我的嫂子？为什么把我当成死去我的？还不许我回家？老张，我们送你回家。家啊家！你们是我诬告张堂有人，将我关了3年监了，早就无家可归。老张，既有冤枉，我们帮你伸冤报仇。伸冤报仇？你替我伸冤报仇董儿，你快将这老人带至船上，安顿之后再去寻访王小儿的下落。是。老人家破残亡，受害深，本身我也是一样走来，一样恨着恨，结想中原乱朝争。无穷狗当海苍生，也许我身为秦安张国人，我定要伸冤报仇，谢民万。
他见小羊闹音，长大后在从儿问，娘子终因父之情，何来死亡3年再问起梦中事来。那一年他临别之日身有孕，两别时今日定有小叫声，娘子啊，不知你今在何方地，不知你母子可爱你，不知你何去真特些，不知你3年之后度光阴，做事有想心不停，娘子啊，你究竟是死还是生？急急忙忙转家门。哎呦，妈妈小心了。一个短命何文书。妈妈，你在讲什么？我在骂何文书啊。何文书，他在哪里呀？哎呀，何文书已经死了3年了啊。神医死了，妈妈因何骂他？今日为了替他做3周年，我特地买了点鱼啊肉啊，赶着回去，想不到在这里得了一跤。你说是不是何文秀害人啊？请问妈妈，何文秀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女婿呀。是你女婿？何文秀的妻子王兰英是我闺女儿。你说她是不是我女婿呀？哦，对对对，请问妈妈，你家是哪里？王兰英她可好啊？你是什么人？问我闺女要做什么？我想，你想不挖好，岂有此理啊！妈妈，去！啊，妈妈，你再就算我可对你不客气啊！娘妈，你话太为了委屈了。是啊，我买了点鱼肉，赶着回去。你让人在家等着，今日要替你替何文秀做3周年。哎，我走了。啊，妈妈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！你这位先生在养妈妈做什么呀？刚才听那位妈妈言道，今日要替何文秀做3周年，故而想当听。何文秀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问他做什么呀？恐怕不怀好意，不要理他，我们走吧。诸位大姐有所不知，我与何文秀又是同乡好友，多年不见，不想他已经去世。今日既知他是3周年，我已约到他临年一吊，以表故交之情。哦，你是想去祭灵的呀？哎，听他说的有理，不像是假的呀。看他人当老子，那就带他去祭灵吧。好，此事你听了。何文秀梦外丧了命，王大英被强袭坏人，因养妈妈当国民，却下来应祭灵，从此人类安居自们家人。
岁了。好吧，好好去领去叫我等等。问他姐九里上月在何方？才了分甘心，三里桃花最无的桃花村，且把两人来穿过，九里上月一起分，昨里茅山会得尽，三元生死两家门。都是作为他自己之意。快了，快了！哎，我们最棒，这真是皇天保护可心人，久别夫妻自出情。蓝眼迷出海人人，望添了三岁娇儿不等就在为上情难尽。才知道官官相护不讲理，哎呀条条王法是空啊文，有权有势能忘应，我平民百姓是越爱难生，越思越想我心越恨，为什么我人不报应？叫声死鬼不啊文书，今朝赶快来西雅岭，我做张当报仇恨，黑人地方好太平啊！妈，那英姐姐叫你去你们菜都烧好啦？话没有到，小等等可啦。那英姐姐在哄大你。好，我去烧菜，你把这东西送到蓝英姐姐房里去供好啊！哎，定金啊！你先令小等等去问，让你姐姐清出领白，可以激励你家姐夫啊！的。
见一座桑园多美人，也可人家在书办，那一边做礼貌谁为得胜？莫非就是杨家门？待我上前把门开。哎呀，为什么晴天把人门关紧？耳听那边鼓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心。不怕王爷自藏在我个长巷内快分明。哎呀，敞开高来快不及，我有了一块上头就看得清。城台朝上把泼墨教育分两旁，三子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月桌上放。第一碗八香红灯天堂哟，第二碗有见鱼儿泡皮香，第三碗香芹蘑菇炖豆腐，第四碗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碗酱烧葡萄牛一牛，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。哎呀，看起来果然为我做三周年，关家的娘子今年长。耳边忽听叫官人，莫非是我妻王兰英夫妻分别3年整，今日相逢喜欢情。
生3年受苦到世间，他那只万岁万历史，我急忙进来去相认。哎呀，妈来！我吃饭改名我姓的公名，身为秦王与从人，立我四方因公，为民是为这必亲。常是此刻将其上，听说南门杨家人，半夜风声传出话，被张堂知道崩溃一关的是男人。我切身内满相人，万岁全做狠心人，好在是我天下落一分明，但等到自洽实质再夫妻分。想当初，隐隐相。
少之意，我还是进来把气急。惊动了旁人上是非，我看把灵牌烧掉。妈妈，不要烧，不要烧！怎么你不要再哭啦？贵人创造往事，高尚不正，事情冤罪未报，叫我真不伤心。贵既然饮食夜地哭，又怕哭坏身体，哎，我还是想个办法去安慰安慰他。男人啊，我听你说，女婿生得天庭饱满，地国方圆，年纪轻轻怎么会死呢？3年前，我们只看到女婿的文胆，没有看到女婿的尸体，说不定他还在人世呢。你不要伤心。等有算命先生来，我们替女婿算算命去。哎，姐姐不要哭了，多谢你母关心。在妈妈进去吃饭吧。书信只可山，万岁这才放了心。杨家母女多少年，不算是代代兰英是亲生。杨妈妈一番劝慰心良苦，这倒是还要替万岁来说明。说明好啊，倒不是将计就计好机会。明日里我再到上我来叫孙阿弥。从此团迎喜两家三两人，生日过错来早快，我母子安居心头暖，真美日想起官人来
全为母亲往来迎，他不早把手中拿，三观气色显分明，节节迎来不留停。九里上月叫说明，他是看下说明啊。耳听雨声叫说明，想起我父不归人，不愧他平常不了水乡，为什么青春年少丧了命？快来面向南作证，快来生死早知明。命中好来命中亡，吉凶祸福能料定，算得正来在附近，算不正来不要你。先生是长算得灵，请他一贵人算一命。家道贫穷难入身，大雨凝天来算命。我这里声声叫算命，我见杨家有同人，难道来人未听见？难道家中没有人？我想起了杨家家道病，莫非是富有人子来算命？我本是京都出来的王先生，得到海人来养命，他无人家叫说明，明经要守护良人，中等人家叫说明，再说台湾的点心，贫穷人家叫说明，不要人子不好分。倘若家中有小儿，先生还要送礼金，多贴东西也4万，送给小儿马高兴。先生是我真气门，句句当弄来应心，既算是贫穷人算命不要紧，万事请他算一命。快不常见其他们，他是看相爬6年算命啊。我是清晨水花门，倘若先生年纪轻，这流言蜚语更难禁。声声高叫无人应，高叫王修心不定，难道我今日虚此言？放声再叫不为呀听，我的说明非别人，冤枉大人算得清。冤枉他是一算得清，快来这先生与帮理，官司兵临一步将他擒，算一算我父的愿望不成生。他是看相算命啊。啊，官
妈叫人有礼，先生万里。好像有点面熟。妈妈啊，我才是说明走南闯北，这海人们我是第一次来。妈妈，你一定认错了。认错了，认错了。来，先生请坐啊。请问妈妈，你要说的男名还是女名？男名，请报是人吧？是。先生，你说说，我去问来啊。来啦，你把你去的人把这快讲一下。丁卯年，癸卯月，丙申辰，辛卯时。好，好。先生啊，我问来啦。哦，丙卯年，癸卯月，丙，哎呀，丙申辰，辛卯时。哎，对，先生啊，在路上来，是人把事下分明，但是要顺自己的命，别人的灵儿不会说，自己的命儿算得真。先生啊，你要讲详细，老老实实的说来啊。你要是说不成啊，我就当有你的做法。妈妈，我一不搬家，二不误人，照明着说。妈妈听到。祖上论命21命里规定3种，他主张家业无烦，势力人家常先生，出生原是官家子，父母爱他掌上针，上兄来下午的他是不姐不妹头一人，一岁2岁娘娃抱，3岁4岁离娘生，5岁6岁无关口，7岁8岁上衙门，9岁10岁又逢操官，11岁报名，12岁到17岁，哎呀妈妈，做什么17岁上女在心，什么灾星啊17岁名望天干星，扶风起浪3出3，少中见人来长安。他在家的门门，只有此命能逃生。他的穷途路旁去漂苦逼哈子孤足桥，苦润不刚先万分，赢得红罗喜心中，罗翁少女4人言，女兄挖掘他先进一挖几月结良缘。哎呀，我闺女儿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先生啊，你真灵啊！哎呦，真灵啊！17岁到18岁，哎
同他耐心。老牛自在飞来后，人民官司打在身，另外小人爱相爱，手却还愿命难人。哎呀，先生好像亲眼看见过的呀！先生啊，好像活神仙啊！那就是的。耳听娘子托悲声，本心心中人不人，真来不过路真心，不计全当马路人，我怎能假作顺命爱相克？却为娘子莫伤心。啊，妈妈，此命还好啊，是还好。人也死了还好得成。因为有逢贵人心，贵人相救得从。十八过去19餐，都在青龙叫好运。今夜正当21，金榜得中做公卿，莫笑夫妻同相为，不尽荣愿得夫妻。先生在马不中听，你何必来上哄骗人？我女婿死了3年整，哪有生死再不生？妈妈，你们晓得不相信，我此命顺来一定真。他命中受在不该死，莫惊枉在世上人。真有这样的事啊？为臣服啊！妈妈，里面是谁的口？唉，是我闺女儿。先生，我老实告诉你，刚才说的男命就是我闺女婿，已经死了3年了。听他哭得伤心，莫非为了还愿之事？是啊，因我不去深渊高上。唉，高上到夜嘛，我的气高上是滑气呀上，母女几次去海哟，哪的长当全是当，月呀夫呀全高比都是一等白子，是滚出呀。那就再往上高。往哪里去高？妈妈，我一路迎来听人讲，有一个新人请我出金榜，明日就可到海宁，你2月来人去报上。哪只毛儿不退婚，哪个官府不收账，只恐他哀怨万死真理他为国清真理朝堂，天命无私不信的，你们去
先生，那个景娥大人当真是个清官？是啊。哎，不妨我们再去试试看。哎呀，又是到哪里去写场子呢？写场是啊，我为写呀。怎么？先生还未写场？为写，请先生替我们写张场子，领进来。哎，五姑娘的纸去哪来？不用，我这里有。先生有我的。对，我写了。哎，说明先生，我们娃没有将继父的愿望，你怎么拿起笔来手下呀？他被张当所谓，这愿望嘛，刚才说明已经说出来了。哎呀，先生啊，你说明本领真高。三层楼所愿行，十里行积雪泪，四喜长子是生门，明日里领教日子好法令，早一些好妈妈请喝。哎呀，老太婆不识字。定金啊，拿这里仔细看看，写的对不对？啊，好。先生，那个景娥大人当真是个清官。今日水，明日晴，果然是铁面妈妈放心便是。哎，我担心我和女儿再挨一顿板子。先生啊，要是这次场子保证女婿生了愿望，我们该好好的谢谢你啊。妈，哎，妈，那一点点色上写得很好。那好啊，先生先生辛苦了。哎，我们有宁静着他，这里娃留下继父一张儿子，就送给先生吧。好，好，还是我和女儿想得周到。先生啊，我们家内贫苦，目下无钱，只有一双儿子送给先生表表心意。多谢妈妈，的小意思。哎呀，儿子啊！儿子！妈妈啊，杂志我收下一张，还有一张就留在这里。做什么？手下之人对父亲相会。啊！哎呀，要死了！这个没有好玩，广府人到底是不老实的。妈妈说先生在哪里？已经走了，怎么长得写的不对呀？这好像是我官人的笔迹啊！这继父的笔迹。他也为民，谁不笨？世事问问，爱父也。自道秦昂，自草必哎，掌心，那辛苦景安大人，乃是辛苦团花，有才之人，无需斯文相见，岂不可举之处也？小弟知道。掌心。银票可曾带在身旁？他也往来官府，总是免不了花销。小弟我已取了300两银票，藏在身旁。好。好，少天小安不愿吩咐应事，是我出言。马上出言。啊，张师兄，王大臣。
喜快见请安大人。好了，张师兄请坐。也是。王大人为国本，一路之上辛苦了。为国为民，各也辛苦而已。哎，这位警官好像在哪里见过？是啊，有点面熟。请问王大人，以往苦臣当过黑人？本院是由省长京都从未来部讲了。大爷，说不定几年前你仅仅替年太师作寿之时，在京都见过一面。王大人，今日相邀，不知有何事教？本院奉旨前问初到黑人，凡是有不到之处，还需师兄各话照可。大人是有为难之事，也是理当请你主见。来，后堂拜宴。是，也生何多能？官蒙大人是此退。张师兄乃是张氏公子，年寿太师又是师兄继母，下官来到黑年，还需让张师兄各话照可。不管，江与师兄乃是同僚，理当照应。丁大人，有人在衙前喊冤告状。本院有客在此，我立公事，将那高尚之人轰了出去。是，张师兄，请到后堂迎接。王大人，请。丁大人，放在高中之人接同堂屋。尽管结果人告。王大人，公事要紧，也甚告示了。张师兄，本院尊人相亲，岂有怠慢师兄之礼？就请师兄与下官一同升堂立誓。也甚不管。下官我要向师兄讨教，师兄不必客气。此事也甚奉陪了。有升堂，升堂。请来快上。子孙子
既失其心，欲做难言，是失美强，也爱我父。还宁愿官官相护，吞赃枉法，将我父胡文秀却当人走，借差人非途中杀死我父。小人人约站在申诉无门，我就请替他人同出其高明，别在这让告唱张师兄，世上所告苦是实情。王大人，乡家生来是关外之地，都识之人，一向奉公守法，恩恩守己，岂能做出此事？分明是这刁衙役诬告。怎么衙役诬告？诬告在犯罪，大人欢礼文采，上堂审视。休可与旁人开见了，当时岂能才不孝？我父罪死当传，三载深渊恨离乡。他人帮他人为民是在生命远，民警高远查求大人，我们是到爱无理了，张当大有枪来是将报，我为当不明违法过，官官相护上来报。也怕无言王大人。我们是杀人谁告？他们是心口痴妄，无言道，要不要一来诬告？我连也称不听告。令他成小人为神真，待人正。待神真。3年之间，张堂约还无高兴之事，当当对正。大人，我们就是比照风波就赢，当当他还也表希望来。我上破事为人，他几岁交通快车天当人。当然，我们去当人造家人，相信平无传之命，就问你儿子俩，要儿问修你了命。王大人，要你去哪呀官司，我也有上旨来告人，张信把不上是身上。银票，王大人，你查秋啊！本院不是3年之前吞赃枉法，黑人元当自请查处。当当的是我女儿，要害得我无生老儿，当当想穿往下穿，害得我遇难我的，当当自己穿的帮，爱我天光不上气。大人，当当给我说情，千天大人，把我上当，审证据人，招是不招。偏偏只是难以作证，我无谁可招。无人可招，这300两回银何用？你再仔细看看，本院是人。我就是3年之前被你害死的侯文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早也无妨。王公，我是文秀，我无张力应付，你无当朝太师，你敢把我怎么样？
方，把准宁财必是人命。铁证事实，王法迢迢难行。你敢把我怎么样？上来可